大家好，我係 Lindan。咁其實咧，華人嘅殯葬傳統其實都仲有其他嘢嘅，例如佢哋嘅孝服係根據佢哋嘅儀式，例如佛教啊、道教啊，就睇下佢需要着啲乜嘢，甚至乎輩份都有唔同嘅孝服。咁有啲咧可能佢係着傳統嘅孝服，例如披麻戴孝；另外有一啲咧可能佢就着比較簡單啲嘅白衫黑褲。另外上緊孝嘅時候咧，就千祈唔好化行妝或者係戴任何嘅首飾，同埋都唔好去參加人哋啲生日會啊、喜慶日子。大多數家庭唔會直接去參加喜慶嘅宴會。出殯嘅時候咧，就千祈唔好行返回頭路啦。咁另外響到墓地落葬後咧，家屬就唔好回頭望，因為呢一個咧就代表佢係放下。出殯後咧，家屬就必須要做一個簡單嘅洗花水儀式，同埋換翻一件鮮色嘅衫啦。部分家庭咧就通常出殯過後就唔會直接翻屋企，可能佢會先去一個多人嘅地方，跟住翻到屋企咧都唔好直接抱細佬哥去沖咗涼換咗件衫先。其實每個華人每個地區都有唔同嘅習俗，咁樣最重要咧就係我哋互相尊重對方嘅習俗。